来看丹麦有一个查甫人派德森，伊用10天的时间拢无坐到飞行机，环游世界203个国家哦。而到伊登去丹麦咯，伫这个过程中伊嘛伫线顶结婚。伊的太太是讲派德森对想要完成的目标态度是真坚定。派德森欢喜按迄几阵行落来，久别的家后老爸亲人，一个一个行进前，甲伊揽条条，终于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。44岁，原本在航运界服务的派德森，互老爸转予伊的一篇文章启发。2013年10月初10，展开环游世界旅程。伊坐火车、马术、船，甚至是靠两支脚步练。伊完全无坐飞行机，甲全球203个国家全部行透透。最后目的地是马尔地夫，5月底完成了，伊就成功回复。Whichever country I'm in is my favorite country, and look how lucky I am. It's Denmark. 2020年正月离开密克罗尼西亚了，派德森来到香港，现在受疫情的影响，在香港逗留2年，国境重新开放了，伊离开香港拜访包括北流的大洋洲国家、甲太平洋岛国。派德森和女朋友之间的感情虽然是分开千山万水，但过一丝都无受影响。过去10年来，女朋友27届出国去甲探望，第10届的时阵，派德森向伊求婚。杨过真无拄好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因最后也是举行线顶婚礼。He's very stubborn, and when he has a goal, he wants to reach it. And 今是世界纪录头一个无坐飞行机环游世界人，是英国男性甲男女休书。杨过伊伫旅程中捌回国2届，也若派出去是203个国家，拢总拜访过才回国。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。